直接上了，你怎么搞的呢？哦，你老牛，我擦哈干嘛？咱咋么嘞？你拿跑那么了？阿妈现在，你老牛，当炒了可好弄嘛？对呀，炒那子呢？你好，咕噜啥没？个家都最终搞那个的炒，炒没？么到底搞了得些年走了往干么？我怎么不要呀？你说啥都个海咯？我只炒了么个？你老牛。你老牛把下底这个地方进中晒，你包谷晒晒来了，这路不是得不要等在包谷喽，你老牛个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你老牛，你谁样子？我都还在哥哥只是拿叉叉的这些化妆，这个都尴尬嘞，这怎么晒了的不好？没在手那边看到你是，我有的不嘛，只拿叉，谁知道嘛？摸着化妆品，一弄嘛都装那么晒了的不啊！我是当然祷告，我喊你结果啊！你别笑。你老牛，白天个多个月，我叫个门被装最明呢，最明呢。你老牛这么多年的，现在最迷。米粉，这下我能把我能做好手。你老牛，哦，个这啥样子呢？个本着个毛啊！啊，桃子呀，啊，我啥事情来个？毛了嘛，最明了，我的怎么？别给我先做我才闹，我多个一，糟糕哦！你老牛个啥？你老牛。干啥？叫那这被一家迷死了。哦，和那这真正对门好闹事，我一对我知道累，我叫干着我多累，对面么最好闹呢。你非叫那这被我包个事，结婚迷呢？被我包个事，结婚迷呢？斗论紧张，那手比的眼，一人真心的需要。你老牛，为啥子？我对不，我出来上狗，迷来迷路，得换腿，我讲，当年伢做工呢。米粉，我伢搞的，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。我娘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！你别笑。